好耍哦！大家好，我是台南妹仔 AYO， 今仔日我要来甲大家分享一寡台语的量词。咱用华语咧讲话的时阵，上常用到的量词是啥物？一个、两个，嘿对，一个人、两个人的即个会。毋过，若是咱用搁较精准的量词，就会当帮助咱甲咱要讲的物件、要形容的代志，会当讲甲搁较精准，啊嘛搁较活跳，互人搁较了解，对无？像讲一下苹果甲一粒苹果，你若是无看过苹果的人，你毋知影苹果生啥形。啊，毋过你听人讲是一粒苹果，你大概嘛会当摇着讲苹果是一粒一粒圆圆的物件，对无？所以今仔日咱就是要来介绍这台语的量词。第一种是国体量词，国体量词伊的后壁定定会接国体名词，也就是讲会当一项一项算出来，而且有具体的对象的一般的名词。啊，国体量词的用法通常是甲即个物件的本质甲伊的形体有关系，像讲形体一粒一粒的，通常是圆的较济，安尼咱就会用粒来做量词，像讲一粒苹果，一粒珠仔。一粒能一粒卵拢是。啊，若是长条的物件，咱较常用的有两种，一种是较歹拗巧的，咱会用枝。拗巧就是甲物件咧拗来拗去的意思，所以这就是较好拗巧的，较歹拗巧的，咱用枝吼，像讲一支笔，伊袂当拗嘛，一支竹仔，一支锤仔，敢有去互锤仔讲着过吼？哇哦，我嘛有。好对，所以锤啊迄种定定较歹拗巧的，咱就用枝；啊，若较好拗巧的、较软的物件咧，咱就会用条，无毋对，就是一条绳啊，还是一条线，拢是用条。安尼大家敢有了解？啊，若是铁开的平面，咱就会用张做量词，像讲一张面床。啊，搁有一张纸，上常用的嘛，一张被拢是用张。啊，若是会收水，也是伊惊到真骨溜的动物，咱就会用尾做伊的量词。像讲一尾鱼啊，一尾蛇，啊，搁有一尾虾啊，等等。啊，若是会飞会行的动物，咱拢用只，像讲一只狮，一只鸟啊，啊，搁有一只夜婆等等。夜婆是啥物啊？夜婆就是安那啦？夜婆，夜婆就是蝙蝠。哦，夜婆，敢有是用夜婆嘛？伊伫黑暗的时阵啊，啊是安那叫婆？夜婆啊，伊看起来就像个阿婆啊。哦，敢有？无，我也无想，我袂讲诶。啊，人的量词，咱通常会用个，就讲一个人。啊，你若是要表达尊敬的意思，就讲人客，你会用位，一位人客，两位人客，安尼，了解。刷落来是用容器的名来做量词，像讲衫啊，若是较济的时阵，咱就会用容器量词来讲。一桶衫啊，我要去洗一桶衫啊，啊，搁有一櫥仔衫啊，规个櫥仔拢是衫啊，安尼，一盒饼，一包粉。一箱菜，一罐豆油，一盘菜，一盘菜对。啊，若是液体的物件，咱常常会用容器来做量词，像讲一杯酒，一喙茶，一面桶水，啊个一碗汤，这拢是用容器来做量词。若是咧讲笑斗秤，也就是度量衡，啊，搁有时间、金钱的单位，咱就会用标准量词。啊，像讲常用的有一斗米，一尺布。一斤糖，一点钟，一分钟，啊，搁有一月日等等。搁来是群体量词，若是要表示讲一组的，也是一群物件，咱就用群体量词。一对翁仔某，一对目睭，一道菜，一排喙齿，一逝字，一群囡仔，拢是群体的量词。啊，若是要甲名词做类型的分类，咱会用分类量词，一般是敢若用来装塔抽象名词，像讲一种方式、一款生活、一门学问、一门亲事，啊，搁有一套花样，安尼刷落来，有的物件伊的量无确定，伊的量词咱就会用不定量词。啊，即个不定量词头前敢若会用即，像讲一寡经验，咱袂用两寡经验嘛。所以敢若会讲一寡经验、一寡想法，啊，一丝仔水，
还是1点仔油，吼，咱袂讲，互我2点仔油，袂安尼讲1点仔尔，嘿，这就是不定量词。过来，这个分类较特别，咱家号做暂时量词。暂时量词意思就是伊是暂时的，毋是一直拢安尼。像讲一身躯汗安尼，一涂骹水，吼，你安怎用用甲安尼，一涂骹水，1巴肚火，咱家号做暂时量词。啊，咱会当讲规巴肚火无？规巴肚火嘛会使，哦，气甲规巴肚火安尼。落尾阁有一种量词是咧算讲即个动作做几摆，咱家号做动作量词。像讲喊一声，哦，用甲你喊一声做大声，你就会惊着，行一步，走一抓，加一喙。画一空，吼，这就是动作量词。这个量词咧用的时阵，就是动作爱先出来，后壁较讲一抓是安怎安尼，安尼有了解吼？了解。以上就是咱甲量词做简单的分类，甲大家介绍。安尼，咱以后咧用台语表达的时阵，咱就会当讲话讲甲更较精确啦，对无？重点是讲，咱爱知影讲有啥物量词会当用，有概念讲哦，啥物款的名词会当用安怎的量词。重点毋是要安怎甲量词分类，所以我影片讲的分类方式，可能甲学术界因的分类定义有无共款。啊，你若有兴趣的朋友，则家己去研究，安尼刷落来好康的代志要来啊！咱即马要来台语量词大考验，惊死哦！这个伤魂，咱用啥物量词？伤魂哦，嘿，安尼才我啊，安尼这个量词，一空。毋是你头壳破一空，这是。